因為我係承包咗松板屋百貨公司嘅 TaylorMade， 我係承包咗嘅，即係佢度身訂做嗰部分咧，就我係包咗嚟做嘅。咁啊，呢啲品牌嘅老闆咧，佢嚟到香港咧，佢就一定會喺松板屋，因為日資啊，就會做度身訂做。咁佢哋咧就好奇怪，點解我哋香港嘅 TaylorMade會好過佢哋日本研發？因為紙樣都係日本提供俾大連嘅飾裝廠，同埋佢係派出佢哋嘅技術嘅指導員咧，係教大連大洋嘅廠係點樣運作。但係點解出嚟嘅效果係達唔到佢哋預期？因為佢當時嚟講咧，最大嘅問題就係咩？個肩縫。佢嘅肩縫咧，佢着上身咧起波浪。第一起波浪，去解決唔到，咁啊，所以變咗咧，但係我哋幫佢做咧係冇呢個問題，咁啊，所以拉尾佢就叫我哋幫我培訓佢嘅技術員。但係喺呢個我係第一次，咁第一次培訓咧，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當年咧日本嘅老闆咧，佢提出咧係3個問題，我一定要從呢3個途徑講解。第一，為什麼出問題？我要解釋佢呢件西裝，你話呢度出問題，點解出問題先？第二，怎麼樣去改？點樣改？第三，為什麼要這樣改？呢3個問題到目前為止，我帶過 Poly 嘅2位博士生係加埋係服裝，咁我都係從呢3個途徑，包括我同大陸又好，大陸如果你有做大陸嘅品牌咧，歐時力咧，你就知道啦。歐時力咧，佢本身1年嘅銷售額咧係去到差唔多200個億嘅。男裝咧，佢搞男裝品牌嘅時候咧，叫做全年 Nano 咧，我就係佢嘅就係男裝技術顧問。咁所以變咗咧，就係話我到而家喺工聯會屬下嘅業餘訓練中心嗰個教展，同埋喺製衣業訓練部嗰度教書咧，同我提嘅問題，通常嚟講咧，我都係從呢3個途徑去解釋。我唯一嘅優點係咩嘢咧？我唯一嘅優點咧就係話，我可以解釋俾你知為什麼要這樣做。因為喺我哋呢個行業裏邊嚟講咧，因為我手上咧亦都有啲學生咧，佢係英國聖馬丁畢業，咁佢都話啦，英國聖馬丁嘅教授亦都同佢講，如果你學 Taylor 咧，你係香港人，你翻香港揾 Taylor 嚟教。佢嗰邊我哋都唔敢講。咁其實咧，可想而知咧，香港嘅 Taylor 咧喺國際上面咧係好有名氣。我1979年咧，我寫過一篇文章叫《洋服淺談》，我裏邊咧就已經係解釋過，當年咧所有外國人嚟香港，如果佢冇喺香港度身訂做過西裝咧，佢係算係未嚟過香港。嚟香港一定會度身訂做，因為當時嚟講，到目前為止，其實而家香港嘅價錢咧係等於佢哋歐洲咧當地嗰啲咧，大概係1/3嘅價錢。即係你喺香港做3套，等於當地做1套，甚至咧係仲平少少。咁所以變咗，咁亦都有同學會問，咁香港嘅技術到底係咩嘅技術？咁我哋會講咧話，通常嚟講咧就話上海派啊、廣東幫啊，咁好啦。咁我哋行內咧就識分啦，上海幫、廣東幫啊。咁外邊嘅人，你唔係呢個行業，你係分唔到嘅。你係分唔到嘅。咁阿邱師傅咧，邱火衣師傅咧，佢本身咧屬於外派嘅，因為67年識佢之後，佢其實一直咧就喺灣仔有一條街你應該識嘅，叫大皇東街。
就喺大門東街個工場咧，佢係做師傅喺度，經常咧會嚟我屋企嗰度咧開會嘅，個個月都要開會嘅，因為我屋企嗰度咧算係最大嘅，喺馬師道就叫700幾尺，叫做算大，即係有個廳比較大咧，就係、可以集中俾上皇宮嗰班理事嚟開會。咁好啦，咁你哋咧亦都會有一個香港嘅組織咧，香港嘅師傅組織咧係分咗兩個，一個叫上海鳳業，就屬於上海幫；另外一個叫良醫工會，就係廣東幫嘅，就係廣東幫。咁今日嘅主題咧就唔係講呢樣嘢嘅，今日嘅主題咧就講話服裝對個人嘅形象和事業有什麼影響。其實當初我嘅觀念咧，即係我本身嘅主題，我想講係講咩咧？就係 tailor-made 同埋 mass production 嘅區別喺邊度？有咩唔同？有咩唔同？咁陳生咧就幫我寫咗呢度。咁都唔緊要啦，睇時間啦。咁我首先咧就講一講喺西方裏邊嚟講咧，你着西裝去面試，同埋你着牛仔褲去面試咧。另外一樣嘢就話，而家我哋經常所講咧就話，我都好 casual。我哋唔係否定呢個 casual， 其實目前大家生活嘅水準提升嘅情況咧，你會發覺我哋而家着衫嘅選擇性多咗，係啦。我哋出席唔同嘅場合，你會有選擇唔同嘅服飾，每個品牌佢都會有針對性。我哋而家着衫，我哋憑自己嘅喜好，憑自己嘅嗜好同埋嗰個場合。咁我自己講我自己嘅經歷咧，就話我係開完服店，咁嗰啲客人嚟做西裝咧，我哋首先就問，因為男人咧消費咧同女性消費咧，大家都明白唔同嘅。男性嘅消費咧係感性嘅，係理性嘅消費；女性咧係咩？感性消費。去睇你其實啱唔啱用就好咩時候我總之我中意就買嘅，咁買完翻嚟可能唔用嘅，擺喺屋企嘅，唔着嘅，擺喺屋企嘅。男性唔會嘅。咁我哋嚟講咧，就首先去了解下你今次嚟做度身訂造，你有冇話針對咩場合？咁通常嚟講都會有朋友結婚啊，或者係上司嫁女啊，諸如此類，咁有針對衫。我都會即係到除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學無止境長衫，因為我亦都想咧，長衫同西裝有冇機會結合咧？講到呢度咧，我就再講一個話題。你知唔知英式嘅裁剪同意式嘅裁剪嘅區別喺邊度啊？英式嘅裁剪同意式嘅裁剪區別喺邊度咧？仲有一樣嘢，你知唔知道英國嘅服裝同法國嘅服裝同意大利服裝，佢哋嘅分別喺邊度咧？我簡單講講，英國講求係咩啊 ？gentleman 啊嘛，因為 gentleman 揸住個 stick 啊嘛，係咪啊？呢個其實每個國家佢嘅服飾係代表佢哋嘅民族，你記住，英國係代表咩 ？gentleman 嘅風格，法國係代表咩啊？浪漫，意大利代表咩啊？瀟灑。意大利嗱，不勒斯就調轉嚟嘅，不勒斯就佢係代表個瀟灑，同埋裏邊咧係全單嘅，好嘅，係好有型嘅。佢係代表你瀟灑。但係中國咧，有冇邊一個服飾可以代替咗中國服飾咧？咁樣都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西裝嘅演變咧，其實咧係從宮廷皇家嗰邊慢慢演變過嚟嘅。而我哋中國咧就，因為中國咧有5000年嘅歷史，每個朝代咧都有自己嘅有少少唔同嘅服飾，但係你唔可以着得咁論盡。日本嘅和服係代表日本啦，啱先？
但你可唔可以將佢作為日常嘅服飾咧？唔得㗎，因為好流行。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嘅服飾點樣表現出中國人個智慧？有啲人講話中山裝，但我亦都有行家講，話其實中山裝點解叫中山裝？佢話孫中山傳入嚟嘅。嗱，我唔清楚啊，不過人哋咁講，我又咁講。其實你知唔知？你睇翻日本嗰個歷史劇，其實就係校服嚟。日本中學嘅校服。多數都係中學嘅校服。你睇，雙山喺日本留學㗎嘛？喺日本留學。中山啊。我後尾翻嚟咧就着翻去幾個校服。嗰啲人幾得意喎，因為以前啲通訊唔係咁發達，咁就話中山。其實我都係聽，即係大家行家啦，因為好八卦㗎，啲行家從來喺度講是非嘅。我係